利用水平嘅原理，做得折出来两片相同嘅构图，也是泥水师傅专业嘅技术。由居民先生从小听到阿爸师傅嘅，更加要将功夫传本来嘅，一门三退路嘅泥水师傅。哦，都啲阿爸呢坐下來，阿爸從本崖，一日都從本崖拉下嚟，呢件都要3台嘢嚟。對傳錯屋個別開始，慢慢學會貼準嘅師傅嘅，聽到建材嘅改變，姚先生也愛學會新嘅功夫，佢想到頭擺同人家最大嘅冇相同，除了泥水技術嘅演變，還有做核算工錢嘅方式。以前做工哈，都叫算米哦，一公人3日稱豆米啦。頭擺嘅傳錯屋建材路嘅抽屜器材，用泥作同岩土路做的氣孔來。屏東灣還有一戶鄉村的人家，佢哋睇得到嘅傳錯屋，行業去問陳老夫人，都做得地的傳錯屋係用嘅氣孔來嘅。路一山，安尼一堆安尼裝嘅，能撐下去，安尼撐下去裝數能裝行嘅，加行嘅，加能加安尼很多個角嘅，兩個角嘅。姚居民先生學會師傅嘅以後，佢還吸收喺嗰度做風水嘅知識。佢做嘅風水相當嘅受歡迎，因為佢哋喺嗰度客家人嘅傳統，將佢嘅木皮順口嘅燭台，都喺客家中能會有嘅做法。嘅燭台呢，都代表講啊，見喺蠟燭嘅木田，用嘅按光樣，也都很多燭台，啊，呢個客家人能有啦。愛學泥水嘅功夫，愛先學會教父母泥，後加第3胎傳人後定位，對基礎學空來，前後反係3年，能學會阿爸嘅真傳。佢當初會選擇一條後生人唔好行嘅路，為咗係客家人嘅傳統做唔得實傳。以前人傳下來嘅傳統路安尼啊，繼續係去保持下去啦。佢因為長期累積傳統嘅世代相傳，後加3代人嘅泥水世家，唔單止係家族之間嘅延續，也係客家建築體系嘅經驗傳承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